大家好，呢度係黑鏡 Face 排行榜。今集7月13至19，本周量化熱榜，只計大型語言模型同多模態指令。HF 冇官方單周下載榜，我哋用 Trending 熱度做本周代理。節數7月21，非官方。第一名 Ternary 扮晒 27BG/GUF。本周熱度大約834分，斷層領先。重點三值極限量化，想喺更細資源掂下大模型。優化版有 MacMLX 2bit，有 NKAWQ 4bit，通殺就用反智 GUF。Windows 低配 16G 只實驗，中配 32G 加中階卡可以玩，高配 24G 顯卡先暢順。Apple 低配唔建議，中配24至36G 優先試 MLX， 高配48G 以上，長對話先有意義。一句本周熱度王 Ternary 扮晒。第二名扮晒 27BG/GUF， 本周熱度大約536。重點扮晒家族主力包，熱度同體量都強。優化版有 MacMLX 1bit，有 NKAWQ 4bit，通殺 GGUF。Windows 低配 16G 可試，中配 32G 加中階卡好用，高配 24G 顯卡暢順。Apple 16G 可試 MLX 1bit，中配24至36G 優先 MLX， 高配48G 以上先舒服。一句扮晒主力，本周第二。第三名 Qythos 9B Mythos/GGUF， 熱度大約217，力好高。重點9B 微調，多模態標籤，熱唔等於官方原版。優化版 GGUF 主力，另有社群 AWQ、NVFP4 同 MLX 包。Windows 同 Apple 低配 16G 就入門得，中配好順，高配無壓力。一句本周微調人氣王 Qythos 9B。第四名 David AU 嘅 Qwen 3.6 27B Fable 微調 GGUF， 熱度大約196，本周新升。重點 Qwen 3.6 27B 微調融合包，多模態標。優化版呢個包以 GGUF 為主，要 Mac 或者 NK 優化，可睇Qwen 3.6 27B 生態嘅 MLX、FP8、NVFP4。Windows 低配唔好，中配 32G 要等，高配 24G 卡先有感。Apple 要 36G 起，48至64G 先認真用。一句本周Qwen 27B 微調新升。第五名 Hi3GGUF， 熱度大約129， 7月13前後上架。重點騰訊 Hi3 線社群 GGUF 本周新底座代表。優化版有官方 FP8， 有社群 NVFP4、AWQ 同 MLX。 Windows 低配只揀細檔，中配 GGUF 或者 NKAWQ FP8， 高配 24G 卡走 FP8 或者 NVFP4。 Apple 低配細檔，中高配 GGUF 或者有 MLX 就優先試。一句窗口新升 Hi3GGUF。 5個講完，追潮流揀扮晒，要9B 易跑揀 Qythos， 要新底座睇 Hi3。留言你部機 Windows 定 Mac， 幾多內存？訂閱黑鏡 Face 排行榜，下集見。